公子，我等了些夜上神头，请你养父三子。哎呀，这算有生了。这生堂不准别有一香啊！师娘，你枉用了这名贵的点杯。啊，这点杯本是我为先生回来准备的。今日用它来关爱学生，真令我不安逸。啊，不，公子为先生亏了身子，点水就不安逸。言重了，不瞒师娘，学生自有多病，吃饭跑命来暖娃，一半是为吊唁先生，一半就为你师娘。为何嘛？随他自随回
啊。